AGA 江海嘉1連2日嘅紅館演唱會圓滿落幕，喺尾場 AGA 依然賣力演出，唱足100分。而 AGA 未婚夫鄭子邦1連2晚都有現身撐場，仲有陳慧嫻、蘇志威及長女蘇君喬、洪家豪、Jenny 李幸倪、JW 黃浩兒同馬天佑等一眾圈中人紛紛到場支持。繼頭場有陳奕迅之後，呢晚邀請咗側田擔任嘉賓，兩人一齊合唱側田嘅經典歌曲，令大家充滿回憶啊！想講咧，我識 AGA 咧係好耐以前嘅，你未入行添啊！ Yes. 我哋 jam bar 度 jam 過 AGA。Yes. But 我今日見到咁樣，我好想特別開心啦！想講 You've come a long way, baby。Thank you so much。真係恭喜你啊！哇！今次一邀請佢，其實佢就即刻好好地喺泰國飛咗過嚟，就同我去做呢個演唱會嘅嘉賓啦。所以其實佢真係好好，係啊。鄭子邦連日高調晒愛撐未婚妻，完 show 後兩人大方合照 ，AGA 都有分享佢哋嘅結婚大計。快咗幾時？未有一個限期嘅，係啊，但係就因為手頭上仲有好多嘅工作啊，同埋好多嘢想去完成咗先，咁所以佢都好好，即係話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事先，咁我哋揾到一個 right timing 就去做。之後會努力積極做生小朋友啊，全部小朋友就未有呢個打算。今次完成咗呢個 show，又會想走一個巡迴演出咁樣。今次 AGA 嘅紅館處女 show 可謂係一波三折，除咗因為疫情關係取消咗2次之外 ，AGA 仲話籌備過程中困難重重啊！呢8個月裏邊究竟呢個 show 開唔開到啊？或者好多有啲工作人員冇期啦，或者係個台係好多即係多咗好多 restriction， 我哋要重新設計個台啦。run down 上面有改變啦，同埋媽媽同婆婆又入咗醫院啦。啱啱籌備緊呢個演唱會嘅時候，基本上其實啱啱呢一個月最近紅館演唱會自己個心情好高低好多嘅，因為可能要穿梭醫院，又要去彩排咁樣，但係我覺得好真係唔想 miss 呢一個 show， 而媽媽同婆婆都會俾好多鼓勵，每一次見到佢哋都話加油，我哋一齊加油，一定要嚟睇。咁所以好開心，媽媽同婆婆都成功嚟到。